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8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创世纪46章第2节到47章12节，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跟随。跟随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了哈。即便是我们说现代的科技使得导航的设备呢，真的是日益更新啊，这样的一个科技。记得牧师刚到美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需要买那个纸本的地图。每一个城镇都要买一本各州的啦，这样都要买来。如果需要出远门，特别是要跨县市、要跨州的时候，就必须要事先这个读好地图，然后做笔记要哪一条公路要开到哪里，到哪里要转弯，甚至要换路线，也必须都要事先规划好。后来有了专门的导航，俗称的 GPS 或是 Garmin。起初这样的设备并不是非常便宜，但是也很容易出差错。很可能是当时候所收集的资料还不够齐全，或者是他们的更新速度还来不及。后来就有了智慧型手机啊，开始风行了，然后手机也可以导航了，那如今呢，不但可以用，而且还有可以选择不同的免费服务的地图导航。即便是现代版的手机导航，无论是谷歌的 Google 或是苹果的 Apple Map 也好，或是这个导航专用的 GPS 也好，使用者都必须对他所使用这个导航的能力，还有它的内容有所信心。更何况在那个连地图都没有的圣经时代、旧约时代，他们真的是靠着某些有天赋的人，去观察着星星，然后来导航。这更需要信心了。我们看到福音书当中的东方的博士，他们就是看到了天上的启明星，然后就起来跟随了。圣经中记载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不外乎是亚伯拉罕吧。他受呼召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他却坚定地凭着信心来跟随上帝。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达迦南地的时候呢，因为遇到当地的饥荒，他就失去了信心，结果他又离开了。圣经说他下到埃及去了，因为那不是上帝指示他去的地方，所以呢，后来就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今天的经文，雅各以及他的全家，也是因为饥荒的关系，更因为他们全家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儿子约瑟再度的出现。不但这样子，他更成为了埃及最有权柄的人，宰相。这一次是约翰邀请自己的父亲以及哥哥弟弟们全家到埃及去躲避饥荒跟灾难。不但如此，雅各他自己也得到了上帝的允许。圣经这样记载说，当夜在异象当中，上帝对他说话，上帝呼叫他，雅各，雅各。他回答说，是，我在这里。上帝说，我是上帝，是你父亲的上帝，不要怕到埃及去，
我要使你的后代在那里成为大国。我要亲自和你到埃及去，并且亲自带你的后代回到这块土地来。你死的时候，约瑟会在你的身边为你送终。那个时候，雅各的全家从迦南地移民下到埃及去，总共是66个人，加上约瑟的家庭，总共是70人。这一趟的移民行程需不需要信心呢？当然需要，否则的话，圣经那一段就不会记载耶和华上帝告诉雅各的话：你不要害怕，你可以去，不要害怕去埃及。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有几个原因。到埃及去呢，他们就是外国人，所以会担心害怕是很自然的，应该的。再来呢，他们是因为呢所住的地方遇见了严重的饥荒，他们是逃难去的，他们是在那里求得帮助的。而当时候只有埃及，因为有约瑟的解梦以及他的管理，使得埃及即便遇到了严重的饥荒，仍然全国不缺粮，甚至还丰盛有余。第三，我们看到上帝安排透过这个约瑟安排雅各的全家所居住的地点歌珊。歌珊这个地点是埃及人所看不起的地方，虽然是肥沃。约瑟这样的教他的爸爸雅各以及哥哥们怎么样回答法老王可能问的问题。后来约瑟对他的兄弟们和父亲家里其他人说：我必须向王报告，我的兄弟们和父亲一家人已经从迦南搬到这里来了。我要告诉王，你们是牧人，以放牧牲畜为生，你们带的来牛羊和所有的财物来到这里。王召见你们，问起你们的职业，你们要告诉他，你们跟祖先一样，以放牧这个牲畜为生，这样他就会让你们住在歌珊一带。约瑟这样说，是因为埃及人不跟牧羊人来往。正如约瑟所了解的，法老王也真的这样的问起并回答约瑟。埃及王给约瑟说：现在你的父亲和兄弟们都到了，埃及的土地在他们面前，任由他们选择。他们可以住在国中最好的地区歌珊。如果他们当中有能干的人，就派他们管理我的牲畜。其实说穿了，法老王也把约瑟的家人雅各这一家当成牧养的奴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切据。亚伯拉罕当时候还不知道上帝要带他到哪里去，雅各带领的全家也不知道此去埃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可以说是有2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一是他们如果不去的时候，他们就要想办法面对这个渡不过的饥荒。第二，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应许要与他们同在。
马可福音第4章，耶稣基督向跟随者论道的信心，或者说是上帝国。耶稣基督这样说：我们说上帝的国像什么呢？我用什么比喻来说明它呢？上帝的国好比一颗芥菜种子，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有人把它种在土里了，过些时候它就长大起来，比各种蔬菜都大。它长出大枝，飞鸟也在它的荫下搭窝。耶稣用许多类似的比喻向群众讲道，照他们所能明白的教导他们。他总是用比喻对他们讲论，但是他单独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向门徒解释了一切。如果有信心，就能够如同芥菜种一样，小小的信心也能够成为大树，使人因此而得到安息。诗篇65篇第8节到第13节，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肃然起敬。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人都因你的作为欢呼。你看顾大地，降淋雨滋润，你使大地肥沃丰收。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你使大地不断生产五谷。你使耕地雨水充足，以水润泽土地。你降细雨使土地松软，叫幼嫩的农作物生长。你赐福使年岁丰收，你足迹所及，百物富饶。牧场上牛羊成群，山岭间欢声载道。牛羊漫山遍野，谷物满坑满谷，万象欢呼高唱。感谢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许多未能预期的将来，赐给我们应许，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依靠上帝继续的跟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